看到这些人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甚至直接就在网络上面说曹景辉打假球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感觉，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说，当你知道外面确实有这些人把你当成一个打假球的人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他们再继续说，对啊，我就可以收集更多的证据了，对啊，什么证据呢？就是让我可以告他们的证据，因为这些都不是事实，对啊，如果他们在持续的在这样子散播或者乱讲的话，对啊，不要让我真的想要对他们提告。这些事情，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高兴。我很确定我自己没有做过这件事情，而有人不停的在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也会想要有一些动作。那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当然经过这整个波折以后，你非常的灰心，不光是为了这个灰心，还有你自己因为台湾对你有一些动作让你没办法继续打球的时候，你选择进入你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觉得说你脱离棒球，你去从事餐饮业，你开餐厅，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你那时候还有打棒球的念头吗？当你去，我们说，你去开烧肉餐厅好了，你那时候会想说，我要证明我也许有一天我会重回棒球场，我要证明给这些人看，还是说你那时候决定说你不打球了，你要专心去开餐厅？其实我没有说完全放下棒球，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我持续的，就是让我的状态可以更稳定的一个方法，只是，然后就是借由那个时间呢，还在继续寻找，然后换一条路让我去试试看餐饮业这一条路，我也没有尝试过，对啊，换一个环境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心得。我想要稍微探讨一下，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旅美回来的明星球员，曾经有人说你是台湾之光，那其实你那个时候看棒球的人都会知道，哦，曹景辉来了，你是那种大家想要跟你合照、想要请你签名的状态。到你突然有一个这么剧烈一个转折，变成说你要跟人家讲说啊，欢迎光临啊，这是你们今天点的肉啊，当然你那时候开的那个餐厅是还要帮人家料理。哦，这是一定的啊。对，那你从一个等于说我们高高在上的明星的身份，突然变成说你要弯腰去服务人家，那可能还会有人说啊，这个没有很好吃，或者说服务很糟糕，或者这家店很挤、很吵、很臭。在这样一个情况，你会不会很痛苦？如果是我会觉得很痛苦。说我以前都是我很高兴，你要跟我合照，我要看我要不要跟你照。现在变成说人家来，人家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跟人家配合的时候，心态上会不会要有一个调整？需要啊，因为在要开店以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告诉自己，这个曹景辉的这3个字是真的要把它放到旁边，对，然后要从头去学习怎么变成一个餐业的老板，然后把你的团队顾好，然后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样子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让这些消费者可以得到他们要的。这个东西我也是一天一天的在努力在准备。然后你刚刚讲的那些客人，我们也只能够从中学习嘛，对啊，然后就是提供一些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些品质。那既然你已经调整成一个牛棚，我刚刚你也讲过，从先发调整到牛棚这个路径非常的辛苦，心态上、体能上都有一个调整。为什么回来台湾以后又变成坚持要当一个先发投手？因为那时候当中继投手在美国的时候，对啊，我吃了蛮多的止痛药，对，因为是要一直不断的就是维持，每天都要比赛。那我回来台湾为什么要当先发？是因为我希望可以1个礼拜就吃1次止痛药，集中在1场就好，然后可以让我的身体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缓冲。对。你在回来台湾之前，你有对台湾这些打者做过功课吗？觉得说谁比较厉害，谁你要特别小心，或者是那个时候，因为你离开台湾很久。是有，但是还不是很齐全。对啊，因为我要去了解他们，还是要亲自的这样子对决之后才会知道。数据上我只是参考，也是在花了很多的时间应战了几次之后，我才开始比较有心得。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在美国这么久了，
我回来台湾很简单啦，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家都说台湾是 EA 啊，我在美国都打到大联盟了 ，OK 的，会有这种想法？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对啊，因为我回来台湾的状态应该也差不多也是 EA 啊，是这样。在当时，回来台湾时候最怕碰到的打者是谁？哎，好像有人已经讲答案了哦，对，没错，就是那52号。好，那我们把这个太简单的不算，陈金锋之外，最怕碰到的是谁？这个时候回来，我知道另外一个大家会讲很强的23号在你队上。除了他以外的话，还记得吗？还是说你开始有一点忘记？我想一下哈，因为我们这样子可不可以就直接到结束？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我想一下，应该也是他们拉纽的那时候，对啊，拉纽的那几位。对，他现在应该还在现役，哦，死都不想要退休，死都不想退休，不要这样子，今年人家还要很努力，还要很努力嘛。